6米董事杯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嘅，快少少嘅馬，出邊金鑽貴人快，埋邊鴻運帝王走咗上嚟啦，竹園呢就咬住第2位、第4位浪漫勇士啊，中間第5有遨遊氣泡，第6位呢黃藍衫就係呢隻標誌銀河啊，內欄響個尾3呢暫時係美麗同享嚟㗎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直線力山同埋隻陽光勇士嚟嘅。好啦，過12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埋邊位置就鴻運帝王啦，中間係竹園啊，響外邊金鑽貴人走上去啊。再見到第4位啊，外邊就浪漫勇士啦，中間有標誌銀河啦，內欄走咗上去有美麗同享啊，大約響尾3，外邊呢就遨遊氣泡啊，殿後2匹馬仍然係直線力山啦，暫時響後邊嘅馬呢係陽光勇士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金鑽貴人直情自己帶添啊，跟住響第2位係浪漫勇士啊，內欄第3嘅馬呢有鴻運帝王啊，遨遊氣泡咬咗上嚟外邊嘅第4啦，中間第5呢仲有粉紅帽紅衫係竹園啦，內欄美麗同享大外檔有陽光勇士啊，尾3中檔位置直線力山，響後邊呢仲見到標誌銀河入正最後直路，金鑽貴人響埋邊，浪漫勇士率先上嚟過佢，跟住緊隨其後噶嘛，仲有遨遊氣泡追緊，中外檔竹園呢亦都係拱咗嗰隻陽光勇士追，最後200米到呢隻浪漫勇士已經將後邊嘅對手少少掟甩咗，埋邊有金鑽貴人遨遊氣泡，出邊係竹園大外檔陽光勇士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結果留喺香港贏出呢場董事杯啊！都睇翻最後200米爺馬姿態啦，咁啊出咗頭之後呢，都係輕輕推送啊！而浪漫勇士咁啊，其實今季喺香港呢，都已經贏取咗咁啊浪琴香港杯2000米，咁啊合共呢，計埋頭馬累積咗21場嘅頭馬紀錄啊！咁啊當然啦，董事杯係首關嘅賽事啦，呢個3冠長途王之爭。後邊呢，金鑽貴人第2，第3呢比較近啲啦，遨遊氣泡、竹園，出邊有陽光勇士。3冠大賽嘅頭關，1006米董事杯，我哋前馬王浪漫勇士，早段都守住個2碟半，慢慢埋到嚟，跟到放頭馬後邊嗰格，輕鬆取勝喎1006。跑第2名呢，俾佢帶頭放順咗金鑽貴人，第3名呢，係2號遨遊氣泡。跑第4名，暫時影緊相，有驚喜啊！金鑽貴人擺咗喺前面，賺咗個步速形勢啦，自己操控得幾好啊！估唔到1006都到，所以佢有心思啊，唔跑嗰個短途，過嚟挑戰跑1006。相反，遨遊氣泡其實起步慢咗少少嘅，不過就好慢嘅，真係啊，23秒6幾。出閘浪漫勇士都已經應聲唱出嚟啦，2秒2。起步最 sharp 嗰下，佢就慢咗少少啦，隻2。麥道朗，浪漫勇士。不過都要多謝即係鴻運帝王唔頂佢嘅啫，金鑽貴人埋咗嚟嘅話，嗰陣時埋。He really is like a fine wine, isn't he? He's 8 now, James, and that's probably as good as we've ever seen from him. Yeah, he's good, incredible. I said it a month ago. He's a horse of a lifetime. His demeanour, his courage, his will to win. It's just in spades, you know. He's just incredible. He is, isn't he? Peter said beforehand to Jack Dorling that he wanted a Stewards Cup. You fulfilled that dream for him. Yeah, well, he's been a bit unlucky in it over the past, but bumped into a very good horse. But he's a warrior. He's a warrior. Nice way to start a bid for a Triple Crown. Yeah, for sure. It's a long way to go, but the first one's ticked off. James, enjoy this again. Well done. Appreciate it. Thank you. 1級賽1006米董事杯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嘅，快少少嘅馬，出邊金鑽貴人快，埋邊鴻運帝王走咗上嚟啦，竹園呢就咬住第2位、第4位浪漫勇士啊，中間第5有遨遊氣泡，第6位呢黃藍衫就係呢隻標誌銀河啊，內欄響個尾3呢暫時係美麗同享嚟㗎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直線力山同埋隻陽光勇士嚟嘅。好啦，過12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埋邊位置就鴻運帝王啦，中間係竹園啊，響外邊金鑽貴人
走上去啊！再見到第4位啊，外邊就浪漫勇士啦，中間有標誌銀河啦，內欄走咗上去有美麗同享啊！大約向尾3，外邊呢就遨遊氣泡啊！殿後2匹馬仍然係直線力山啦，暫時響後邊嘅馬呢係陽光勇士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金鑽貴人直情自己帶添啊！跟住喺第2位係浪漫勇士啊，內欄第3嘅馬呢有鴻運帝王啊，遨遊氣泡咬咗上嚟外邊嘅第4啦，中間第5呢仲有粉紅帽紅衫係竹園啦，內欄美麗同享大外檔有陽光勇士啊，尾3中檔位置直線力山響後邊呢仲見到標誌銀河入正最後直路，金鑽貴人響埋邊，浪漫勇士率先上嚟過佢，跟住緊隨其後噶嘛，仲有遨遊氣泡追緊，中外檔竹園呢亦都拱咗嗰隻陽光勇士追，最後200米到呢隻浪漫勇士已經將後邊嘅對手少少掟甩咗，埋邊有金鑽貴人遨遊氣泡，出邊係竹園大外檔陽光勇士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結果留喺香港贏出呢場董事杯啊！到睇翻。咁啊，睇下個預計派彩啦。跑第1名就係1號嘅浪漫勇士，篤贏有翻15個半啦。第2位置派10蚊零5號。第2名就係3號嘅遨遊呢個3號嘅金鑽貴人啊，先係45個半嘅位置。第3名先係2號嘅遨遊氣泡，位置派咗11個半。第4名應元上嘅平頭啊，竹園同埋陽光勇士平頭第4啊。連贏1搭3就派275蚊。咁啊，3重彩1號、3號、2號順序派1139蚊，單天1號、2號、3號派135蚊。位置 Q 1搭3派64個半，1搭2派14蚊。咁另外2搭3派115個半。1分32秒6啊！哦，好快喎時間。第4名喎，平頭啊！轉咗個4碟彎啦，陽光勇士。竹園同陽光勇士。2重彩嘅預計派彩，1號、3號順序有410蚊啊！4連環派彩有2範，1號、2號、3號、8號就派63蚊，1號、2號、3號、9號嗰範呢就派272。4重彩都2範啦，順序1、3、2、8呢就派1947蚊，1號、3號、2號、9號嗰範呢就派5608蚊。齋數啫喎，你睇下啦，麥道朗1分32秒6。壓原地，繼續擺前咯。佢都真係好輕鬆啊！雖然隻馬係好油啊，而家佢級數上真係高晒啊！咪油咗可能仲好啲啦。你見佢早段佢都口啦，係啊，冇遮擋㗎。同埋好彩個 pacing 都唔係話放得太慢啦。金鑽貴人咁變咗佢喺個第2位、第2碟跟得比較舒服啲啊！我諗隻都係睇形勢，金鑽貴人都見冇人放，我都係順住個勢位慢慢埋嚟。咁佢埋嚟嗰下可以帶到浪漫勇士嚟2碟，所以見到佢埋嚟呢，即係鴻運帝王就鬥一鬥，諗住落意守住個 box 位，唔好兩隻喺度燒。咁結果就益嗰隻金鑽貴人可以賺得到咯。咁如果咁睇法就鴻運帝王少少老襯啊個跑法，即係起步佢唔係話最慢啦，你都可以鬆幾步跑。遨遊氣泡會唔會上一次都有啲辛苦啊？對神智勇進。其實我諗佢今季都唔係真係特別好行好 form 喎，我諗佢。但係就上一次一用好多嘅末段嗰度，上次都騎得幾辛苦㗎。雖然好似外觀好似今次係仲好啲咁，但係體力嘅嘢好難講。上次用咗，因為以佢嘅能力，以佢嗰個評分，追隻金鑽貴人2個馬位冇理由追唔到，就算慢步。即係過唔到金鑽貴人，我都係失望。你而家仲係一路都甩開咗俾人。你係追唔近喎，都唔好話追到佢。恭喜成哥啦，沈集成。好嘢啊！今季復出3出贏晒。呢隻會唔會今屆嘅3冠長途王啊？睇下跟住有冇啲咩？要睇遮打，隊馬嚟啦，係啦，去到長啲途程有冇其他馬嚟啦？好嘢，準備都8歲啦。因為之前馬會杯遨遊氣泡都試過撳到個步速好慢。
但係都如果你同你計個加速啊、鬥爆啊，都唔及羅曼勇士。都係好合理嘅賽果啊！係攝咗3位度咯，整個咁嘅部署。攞咩回到上15個半？而家1289就好合理嘅賽果咯，喺我心目中啊。13289係難啲，都係分隻3啦呢場。復榜完畢啦，派賽亦都作實嘅啦。位置 Q 派賽1搭3派64個半，1搭2派14蚊，咁啊2搭3呢派115個半。二重彩派賽順序1號、3號派410蚊，4連環兩飯1、2、3、8嗰飯派63蚊，1、2、3、9呢就派272。4重彩亦都係兩飯，1號、3號、2號、8號順序派1947蚊，1號、3號、2號、9號順序呢就派5608蚊。第7號孖寶頭關4尾關1派102個半，頭關4尾關3派466個半。呢個孖寶又算好分喎。各位來賓，董事杯頒獎儀式現在開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trophy presentation of the Stewards Cup will now commence. 各位馬迷，可唔可以俾啲歡呼聲嚟聽下？表現實
好，睇翻第8場嘅巡邏影片啦。所以有時賽事咧就即係千變萬化，即係睇下啲騎師咧點樣去執生啊攞位啦。咁啊賽前呢，亦都冇預計到即係兩隻1號、2號嘅形勢都係咁惡劣啦。咁呢個浪漫勇士呢，就不慌不忙先，建立密度望一望個形勢，因為竹園呢又喺中間度有啲遊走啊巴道啊，埋邊就鴻運帝王啦。咁啊澳遊氣泡呢都等緊嘅，一路都仲係眼望見啦潘頓。咁外邊梁家俊都好醒啊，冇馬走呢咪順勢上前帶頭咯，金鑽貴人。後邊呢有嗰隻美麗同享啦，中間就標誌銀河，尾爾直線力山包尾呢就陽光勇士，但係大家都好短距離嘅啫。係啊，你睇塞埋一嚿啊，變咗難跑啲就係即係標誌銀河啦，好多時都係咁啊，又會搶口啊，咁留意中間步速慢又會走得唔順。陽光勇士啊揼喺個尾度，點知個步速慢呢？終於要走4碟轉呢個彎。縮埋一堆呢度。上次真係走咗內欄嗰場國際賽，有少少錯失咗個機會。因為今次有翻浪漫勇士喺呢個場合，呢度隻標誌星河都夾得幾緊要㗎，呢度夾咗落包尾。標誌銀河，不過都好少可能睇下麥豆浪組段要望咁多下，即係喂究竟有冇馬走上嚟啊？冇。不過好彩佢唔搶咯，即係做得到咯。係啊，冇乜搶口啊，隻馬一路跑得好順。嗱潘頓呢度想撻隻馬㗎啦，澳遊氣泡，撻唔起喎。好早嘅即係拍咗啲兩下重鞭。竹園同陽光勇士啊，有啲挨蹦蹦啦，嗰度少少。即係捉正呢隻澳遊氣泡咧，即係其實你睇到佢都冇乜㗎啦，但係啲馬嘅鬥心夠咧，佢都可以撐住嗰兩隻勁馬，嗰兩隻都勁嘢嚟㗎嘛。不過驚上次辛苦，係都可以勉強頂到個第3，鴻運帝王就收慢咗喎。睇個分段啦，24秒69、22秒22、23秒04，末段22秒65，總時間好快啊，1分32秒6。